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0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胡适出现了反弹可以说是有喜有忧市场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一度涨超 3%， 截至收盘，沪指涨 0.63%， 深成指涨 0.98%， 创业板指数涨 1.98%， 冲高回落有4000家股票上涨1000家下跌遗憾的是什么遗憾的就是成交量继续萎缩，两市成交额只有 1.7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又减少了2000亿，成交额创8月8日以来的新低，这个马上就要到 1.5万亿了就这个成交额的话，说明这个风险越来越高，也就是资金越来越不活跃，很多人已经离场观望你只能这么解释指数对吧？现在它维持这个高位现在不管怎么说还在3900点左右这是一个高位缩量，那就说明很多人害怕了，不敢参与了。如果这个成交量继续萎缩意味着什么大家也知道而且这个热点也非常散乱，大家还记得吧？7月份8月份央行公布数据之后很多人说这个存款搬家，所以导致股市上涨。但是9月份这个央行公布的数据9月份居民存款增加了 2.96 万亿，但是非银金融机构存款下降了 1.06 万亿，这个和7月8月正好反过来了7月8月居民存款是少了 1.01 万亿，而非银金融机构同期增加了 3.9 万亿，对吧？存款这边少了，非银机构这边这个存款多了，那就是居民的存款搬家了，有人说搬到股市了，所以股市涨了。那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非银机构这边存款减少了1万亿，而居民存款这边增加了 2.96 万亿。怎么说？难道是胡一进老师落袋为安了吗？他赚钱了，他把股票全卖了，完了之后存到银行存定期了吗？如果这个不成立的话大概也说明7月8月说存款搬家到股市，这个也不成立，对吧？至少这个7、8月股市上涨和存款搬家没有这个，或者就不是主因这么去理解。那现在这个非银机构的存款少了居民存款这边银行存款多了，我们也不能理解成说有很多人落袋为安了，赚钱了，洗手不干了，对吧？再也不进股市了，把钱存到银行去了。难，因为金融消费者来说你让他金盆洗手那太难了。没有赚钱的想回本，赚了钱的想赚更多这是人之常情我看今天媒体报道瑞银又唱多中国股市，说瑞银报告唱多中国科技股获最具吸引力评级。瑞银财富管理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发布重磅报告，宣布将全球股票评级上调至有吸引力，并特别将中国科技股的评级上调至最具吸引力，为全球资本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此次评级上调主要基于对经济增长超预期、关税压力缓解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强劲投资周期的综合判断。瑞银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说结构性趋势依然稳固，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报告强调AI 领军企业间战略合作浪潮增强了市场对可持续资本支出周期和更高收入能见度的信心。这个是妥妥的双刃剑什么 AI 领军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浪潮，实际上我说通俗一点就是英伟达投资什么英特尔，英伟达投资什么OpenAI 等等，对吧？他们之间互相投资他们本来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他们互相投资没关系，对吧？你们互相投资在资本市场这个叫什么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叫花花轿子人人抬，没关系。但最终最后那个他要有收入，要有产出，对吧？他买了大量的英伟达的GPU， 最后他真的能赚钱，真有消费者买单，对吧？前一阵子甲骨文闹出来那个叫灰天鹅是吧？投资者发现甲骨文的那个第3季度财报没有达到预期，他买了英伟达的这个大量的 GPU 之后导致他的毛利率下降，导致盈利前景不明。那一天整个人工智能是吧？科技股是不是还崩了一下？也就是这一幕未来一定会经常发生就最终你还得有这个收益，对吧？你不能这个产业链里面上游下游互相玩，我给你投资，对吧？我这股票涨了我给你投，你有钱再去买，这种玩法最终如果不能转化为这个最终的那个企业的利润，那对吧？什么时候崩那也是不好说所以我说它是个双刃剑要记住了，这个2000年那个叫什么互联网
泡沫破裂。当然了，我们把事情要说清楚啊，这资本市场的这个泡沫破裂和它未来是不是这人工智能就没了，这俩概念啊。资本市场有时候它炒得太过了，破裂也很正常。2000年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一点都不影响咱们现在，对吧？咱们现在早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了，但是它那个时候它就泡沫就破裂。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科技股啊、人工智能这些弄得不好的话，它也有可能啊会重蹈互联网泡沫破裂那一幕。我们再看瑞银怎么说的啊，他说中国科技股获高评级，外资流入趋势显现。在此次评级调整中，中国科技股成为最大亮点。瑞银继续将科技作为其全球首选行业，并将中国科技股评级上调至最具吸引力，理由是对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将人工智能货币化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你看说得很委婉啊，这个瑞银认为咱们这个创新不行，但是赚钱可以，就这么简单啊。我给翻译一下，人工智能货币化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吗？说的多文雅，对吧？就把咱们啊拿这个玩意去割韭菜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啊。瑞银投资银行中国股票策略研究室主管叫王宗豪表示，考虑到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仓位仍有上升空间，中国股票估值相对全球市场更便宜，以及美联储4季度持续降息的预期，外资有望进一步流入中国股市。他透露啊，在过去1个月的路演中，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浓厚，反内卷政策、中国的 AI 技术发展和资本回报成为讨论焦点。尽管10月17日 A 股市场主要指数出现调整，多家机构认为这仅为短期波动。摩根士丹利称市场可能会经历一个短暂的震荡，预计时间不会太长。中期而言，中国制造优势依然是支撑市场的重要逻辑。过去几年，仍有大量优质企业走向海外，抢占市场份额，最终获得投资者认可。瑞银报告最后表示，越来越确信未来6到12个月内，股市风险平衡，仍将保持有利态势，也就是让金融消费者啊安心持股。这个是瑞银呐，还有这个什么摩根士丹利的态度啊。沙滩上建高楼啊，不要害怕。为什么说沙滩上建高楼呢？因为咱们的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面甚至还出现了不利的信号，但是不影响沪市啊指数走牛。你看看啊，今天这个统计局是吧，已经公布了啊前3季度经济数据。10月2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3季度经济数据，前3季度我国 GDP 实现101.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 就是前3季度啊，一共是 5.2% GDP 啊。那分季度看呢，1季度是 5.4%， 2季度是 5.2%， 3季度是 4.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啊，3季度 GDP 增速回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没有变，实现全年预期目标 5% 左右有基础有支撑，但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就想告诉大家啊，统计局说了啊，前3季度是 5.2%， 然后他说我们今年全年目标是 5% 啊，有望实现，但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这就你觉得好理解吗？我们现在整个的是 5.2%， 3季度前3个季度啊，那我们实现全年，也就是把第4季度加上，这就意味着第4季度这个增速啊，那意思就是大幅下滑。第3季度已经对吧 4.8% 了，那第4季度呢 4.6%， 因为我们全年要保 5% 嘛，那就意味着第4季度恐怕要拖后腿，那就会比第3季度还差。就我只能这么说啊，这要不然他不会说哎，我们全年实现 5%， 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现在前3个季度是 5.2% 呀，所以我只能说这个第4季度恐怕比第3季度还要难看一点。但是你看第3季度虽然 GDP 只有 4.8%， 跌了很多，这是增速啊，但是是不是不影响这个沙滩上建高楼啊？指数牛市对吧？第3季度涨是最多的。我们看看啊，这个经济学家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他是在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真正能在 A 股市场赚钱的是少数，股市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为什么房地产有财富效应？因为房子买了之后啊，你不会马上卖掉，所以它的交易非常少，这样它就能够捂得住。如果个人投资者买了股票也不动的话，我相信就会有财富效应了。大家看视频啊，个人投资者啊，就个案不好说，总量整体来看呢，还是赚钱的是少数的。
我们很多人呢，总觉得股市可以让自己发财，或者是要改变命运，期望值过高啊。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A 股市场个人投资者赚钱比例还是不高的。我觉得还是要正面这么一个现实。经济学诺奖得主呢，席勒，他做过15个国家的股市研究，他发现股市没有财富效应。没有财富效应没有财富效应。那它是什么效应？大家为什么要炒股？炒股炒到好来都是机构获利所以它对消费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如果你个人投资者赚钱了，那么你就应该会对消费有利。他研究了15个国家的股市，大概对这些股市跟踪了20年，最终发现没有盈利效应。股市对个人财富效应不是很明显，这个是蛮反常识的一件事。因为大家一般来说进入股市，我不管说是想要赚大钱赚小钱，总是奔着我想要财富增长去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你比如说股市里面有很多参与者有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大家都是冲着一个目标赚钱。上市公司它赚的钱是什么钱呢？ IPO 它的发行定价给的估值要超过它获得这些资产的估值，那么上市公司赚了第一波钱。中介机构它要发行费、承销费、交易费，它也要赚钱。机构投资者呢，他要管理知名的资产，他也要赚钱。然后呢，国家还要收取印花税。对所以剩下来的钱呢，就看怎么来分配了。那么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个人投资者就个案不好说，总量整体来看呢，还是赚钱的是少数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民间一直说10个人做股票7赔2平1赚嘛。对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席勒呢，他对15个国家股市做过一个统计，他是想研究股市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关系。不管熊市牛市，在他的研究样本20年期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就是股市是牛市也好，熊市也好，它对消费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除了我前面讲到各个参与方都想赚钱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个人投资者的频繁交易。由于你交易过于频繁了，同时呢，由于人的天性是厌恶风险、贪婪，往往会导致追涨杀跌。追涨杀跌之后，你的资本利得这块就会很少。那为什么房地产有财富效应呢？因为房子你买了之后，你不会马上就卖掉了。所以它的交易非常的少。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捂得住。如果个人投资者他买了股票也不动的话，我相信就会有财富效应。这个李迅雷说的很多，我觉得都是大实话就是个人现在胡适里面，他这说的不光是胡适他还说的是全球都差不多那胡适对吧？那就不是环境不更恶劣一点吗？对吧？这个你看现在胡适实现什么财务自由，什么赚钱太难了，对吧？这么多年经验告诉我们，7亏2平1赚，实际上这个都是有点夸张了1赚什么意思？就是10%的人赚钱，实际上10%人赚钱都到不了，大部分人都是亏钱。你看李迅雷说的比较通俗也就是你看参与各方人家都要赚钱的，你这个小散户，你说你拧得过谁吧？你是拧得过上市公司，你还是拧得过那些大股东，还是拧得过那些机构还是拧得过那些券商，对吧？这么一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弱的，你本来是韭菜，是提供养料的，人家割你的，结果你还琢磨着想割人家一下。当然我说的是咱们这种市场因为它本来理论上这个上市公司是可以赚大量的钱，对吧？就像茅台呢，茅台你怎么看不上呢？但是人家赚钱呢，盈利，对吧？盈利然后给股东分，那这个逻辑成立。我们都去赚这个茅台赚的钱，带大家分。但问题是整个胡市5000多家上市公司，像茅台这样的有几个李迅雷还没说这里面还有国家队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对吧？这个财政部的钱，这些钱都不能赔钱的。这么说大家能接受吧？你还指望着社保在里面赔钱是吗？那社保都是我们的养老钱呢，赔了怎么办？我们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让社保不仅不能赔钱，而且每年对吧？这个都要有7%、8%的收益。
这是稳赚不赔的啊！人家社保投的越多，赚的越多，这必须要保障的。那国家队呢？国家队那都是大头的钱，资金成本，人家来托市来救市，你还能让人赔钱空着手回吗？那也得有一套机制是吧？得保证他不能赔钱。那保险呢？那保险资金那是影响这个金融稳定呢，对吧？保险的钱投到这里面也不能赔，赔了那保险公司要是暴雷，那麻烦更大呀。所以你看这些啊，都是运动员，裁判赚钱咱就不说了，对吧？这完了，这里面运动员里面还有几个运动员是不能赔钱的，这必须要拿前几名的。那你说剩下的人，你说你跑来干啥呢？就像那个马拉松一样，对吧？那马拉松比赛呢，奖金设的挺多，一等奖是10万美金，二等奖是比如5万。大家我这举例子啊，你好多人跑去冲着那奖金去的，结果他不知道那奖金啊，裁判得拿1等奖，完了非洲来的选手要拿对吧几个1等奖，都前面奖都内定完了已经，剩下的你这好几万人在那跑，你想拿奖，这不是开玩笑吗？啊，最后发现原来你们出的报名费啊，那费用变成别人的奖项是吧？像极了那个我们很多地方城市办的那个马拉松比赛，对吧？作为一个大众跑者花钱去，如果你说我就花个2000块钱，我就是玩一下，那也可以，心态摆正，对吧？有人说我就是想去拿奖，拿那10万块的，那你一定会失望而归啊！你投入越大，失望就越大。这个李迅雷说啊，他说 A 股啊，终将从散户市场变成机构市场，不少散户注定要被牺牲掉。这个啊，是他也是最近在一个论坛上他说的啊。李迅雷表示啊，美国股市从一个散户市场到一个由机构主导的市场过程中，大量散户被消灭，这种趋势全球很难有例外。中国肯定会从一个散户市场变成一个机构市场，我觉得这是中国股市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李迅雷说啊，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散户注定要被牺牲掉，因为他们频繁的交易，他们对资本市场认识不够深入，性格上有从众心理、羊群效应，所以投资业绩就不太好。任何一个市场都一样。李迅雷说啊，他以中国香港股市为例，表示香港市场也是散户数量越来越少。这个李迅雷说的这个牺牲啊、消灭啊，这些都打了引号啊。这个天天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啊，我很久以前我就是这观点，对吧？我认为咱们沪市永远没有办法走慢牛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散户。这个散户必须要被消灭掉，但是我说这消灭也是打引号的啊，不是说肉体消灭，是说散户他不直接参与资本市场了，也就是说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以机构为主，无论是保险资金、社保资金，还是国家队，还是私募，对吧？还是一些大散户，就牛散，然后剩下的散户呢，只占恐怕20%、30%，顶多40%。那还有好多人要参入资本市场怎么办呢？他都是通过基金、通过私募，对吧？通过什么代理人来参与，他不直接参与二级市场。这样的话，整个二级市场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专业的，对吧？机构杀机构，你搞量化，我也搞量化，对吧？你放假消息，我能验证这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对吧？你要是敢造谣，敢这个什么，这个放虚假信息，那我就敢做空，对吧？我能举报，也就是机构对机构，不是散户，对吧？在那儿互踩。你看咱们这个沪市啊，动不动炒什么特朗普概念股，对吧？哈里斯什么概念股是吧？还有什么契诃胡罗娃，还炒什么董事长的生肖？你说这玩意，这能叫市场吗？这能叫投资吗？但是问题是这玩意还特热闹，你看又到年底了啊，马上也开始互炒了。一般到年底是互炒的这个高峰啊。由于这个散户太多啊，这风气形成了，搞得机构也散户化，对吧？很多机构本来那个，比如国外的那些机构啊，人家有人家的一套那个什么投资准则，人家有人家的这种玩法，对吧？但是你到了沪市，对不起，入乡随俗，是龙的盘着，是虎的卧着，因为我们是一个散户主导的市场，所以你就发现啊，你明明那只股票就是在讲故事，有的甚至被证监会啊，被监管部门警告处罚，结果一点都不影响它第二天涨停啊。有的时候越辟谣它越涨，为什么呢？好，一旦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就是哭爹喊娘，维权要求监管部门出手。好，监管部门就没办法，就把好多做空的工具啊全给关掉，对吧？什么融券做空，对不起，不允许，对吧？这也不允许，那也不允许，是不是有散户的存在，让这个市场是不是越来越扭曲的吧？那监管没办法，只能不停的打补丁，按照这个散户的要求啊，打那补丁越打就越扭曲啊，它就越来越不像个公平的市场。你越打补丁吧，
越被那些对吧不法分子操纵利用。所以你看啊，这专家都说了，你必须要散户要消灭掉，但是消灭是打引号的，就是说以后散户不会亲自到二级市场，你一到二级市场你就死无葬身之地。那哪些人能在二级市场呢？那就有一些对吧牛散，就是这些散户你已经不能把它简单的认为是散户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研究能力对吧，他这个对政策的理解能力，人家看报表的能力不输一个机构，那这样的人他能活下来。你说胡适里面这个散户有几个能到这个水平啊，对吧？人家说不定还亲自要去上市公司去看一看走访，人家说不定要访谈业内专业人士，对吧？人家是不是甚至还有人专门花钱雇人，对吧？专门在那工厂盯着看看这生产咋样。哎，很多做空机构就这么干呢，他花钱买情报对吧？爆料，然后人家再去调研了。我们胡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眼大脑子空一个个的要发财，要叫什么财富自由，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往里一脑袋扎进去，然后就琢磨就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就能一年赚个1倍对吧，2倍3倍5倍，一个个的自命不凡赚点钱就比巴菲特厉害，一赔吧那就是对吧，要了维权，说自己上当受骗了，自己明明炒那个垃圾股，炒那 ST 股，然后那股票退市了，他也在那哭对吧，要给个说法，你得赔我钱，都是这种人，你说他哪好得了呢？然后这个监管呢对吧，又打着保护中小投资者，要保护这些人，你说这不是市场更加扭曲吗？就保护这些人，这赌徒对吧，还要保护。当然了，我们说的也比较理想状况，因为我们的这个基金机构私募对吧，没有信誉，也没有契约精神，你要委托他炒股，他也没打算通过炒股赚钱，他一样的要把你的钱给挥霍完为止，是这样的吧？也就是整个链条它都是有问题。我想如果我们的这个机构，我们的这个私募高度发达，他们确实能为这个投资者理财的人赚很多钱，那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那肯定愿意把钱交给他，他有信誉对不对？他能赚钱，对，我们就去认购他的份额，把钱投给他，他去二级市场投资，一年给你带来20%的回报，那谁不愿意呢？问题是你把钱投给他，你以为想对吧？你指着那20%的好处，他看着你是你的本金，都是骗子居多所以你怎么管呢？所以我这个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私募对吧？你这些机构都是骗子，也导致了散户不信任，散户不信任说，如其让你基金帮我赔，我还不如自己赔呢。我自己赔，我好歹我心甘情愿，对吧？我参与了，我买了基金，对吧？合着3年你给我赔40%，你没帮我赚到钱，本金还给我赔掉40%，然后不如我自己炒，是这样的吧？所以导致散户就不愿意去买基金，不愿意去，对吧？这搞私募，这也是个问题信誉对吧？诚信、契约都没有，所以我说胡适难整对吧？非常难办李春雷还说了这个股市没有财富效应，对吧？胡适上涨跟这个消费没有关系，应该这个意思，对吧？我觉得他说的也非常有道理。这不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这个数字了吗？对吧？那9月份整个的那胡适涨得非常好，8月9月是吧？你要说涨得不好是10月份10月份开始震荡比较多了。按理来说，对吧？那9月份胡适涨得好那9月份是不是应该社零数据要涨吧？应该是这个逻辑吧？因为很多专家不是说了吗？为了这个咱们这个经济发展，要把股市搞起来。那股市现在从3500点涨到3900了。结果你看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局10月20日公布数据显示，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增速较前值放缓 0.4个百分点，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2%， 增速放缓 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环比增速转负，下降 0.18个百分点，显示消费动能边际趋弱。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再创年内新低。你不管怎么解释9月份股市涨了多少吧，完了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新低，跟8月份比还下降了 0.18个点，这怎么解释？别的不说至少说明这个你说股市涨就能刺激消费，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笑话。所以我说很多经济学家那就不懂经济，纯粹在那儿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那经济学家他不炒股，或者说经济学家炒股他没有经历过2轮牛市，或者说他经历过2轮牛市他没有被锤过，他跟我不一样，对吧？咱们是完整的经历过2轮牛市被一顿猛锤。咱们是完完整整的经历过2轮牛市对吧？6124点还有个什么5000多点，咱都是经历过的。
而且我是从最低点上去的，对吧？从最低点1000点，对吧？到6000点。我从2001年入市，应该2000年入市，到2015年吧，16年，应该是16年，不对，应该17年，16年底彻底不玩了。这16年经历了这个2轮完整的牛市，从最低点到最高点。那作为股民，对吧？我有资格说这些。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去过上市公司，对吧？上市公司这一套规则，证监会、交易所、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咱们也是亲身经历啊。所以咱们聊股市这个，我一直坚持啊，如果你要是投资的眼光，你不要玩，你不要投这个，没有，现在不具备条件。但是说你说我就是赌博，我就是喜欢赌，那你赌吧，对吧？你股市随时随地可以赌啊。李顺雷说啊，散户不赚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喜欢频繁操作，这个似乎也说得过去啊。也就是你越频繁操作的，越可能亏得多。相反是那些捂着股不动的人，赢的面大，就赚钱的概率大。但这个说实话啊，这个在过去可以。现在这么玩不行了，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对吧？过去你可以玩这个叫植物人战法，不行就装死，对吧？风水轮流转呢，反正有个3-5年的，你肯定解套了。你那股就是垃圾吧，它有时候突然炒垃圾股，那你说怎么办？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咱们退市力度加大，对吧？你看今年恐怕就是上100只股票，对吧？或者100多只股票要退市，你哪知道你的股票在不在里面，对吧？你捂着不动，倒是真退市啊，退市就啥也没了。对吧？过去1年都没有2-3只股票退市啊，而且那个退市之前一定会遭到风潮的，大家有印象吗？就过去啊，那 ST 板块的专门的，那是一旦这个股市低迷的时候 ，ST 板块就全当家呀，涨的就是那玩意儿。因为它不仅过去不让退市，而且还借壳还值钱，所以越是垃圾股越容易遭到爆炒，因为有传闻它也借壳了，对吧？车小鸭也变凤凰了。你现在不行了，现在人玩真的，确实1年，对吧？退市的越来越多，而且你壳的价值越来越低啊，谁借你那垃圾壳啊？所以你捂股不动，那也前提是你确实会挑选股票，对吧？你挑的股票好歹它资质不错，不会退市，但是现在你能确认吗？哪只股票在退市之前不都是浓眉大眼的，看着都是好的？你哪知道第2天突然来个通知说这个股票虚假陈述，对吧？财务造假，立案调查，防不胜防。总之啊，这李迅雷说的确实是比较实在的话啊，也就是散户啊，别指着这个炒股发家致富了，什么财富效应，别扯了啊！不光是中国，他认为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那也就是说，你小赌怡情吧。你说我就拿2万块钱我就玩，免得显得无聊也可以。你把炒股当消费，真正的对吧？金融消费者嘛，你把自己当个消费者，你把心态一调整之后啊，发现轻松多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